我報咗 Emily 嘅課程大概有半年左右啦。本身學校 pre 我嘅成績都係好唔穩定嘅，由 Level 4到5 star 都有，但最後尾就成功考到5星星咁樣。你好，我叫 Carrie，係2023年 DSE 嘅考生啦。咁而家就讀緊香港中文大學嘅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，中文最後尾考到5星星嘅成績。咁分卷就係卷1、卷2都係5星星，然後卷3係4嘅。我報咗 Emily 嘅課程大概有半年左右啦，由中6開始補習嘅。咁本身學校 pre 我嘅成績都係好唔穩定嘅，可能由 Level 4到5 star 都有，但最後尾就成功考到5星星咁樣。我覺得幾份卷都有幫到我嘅，但係最幫到我應該係卷2寫作嗰份卷啦，因為就以前補習咧，可能都會係叫我背晒啲模板咁樣啦，但係 Emily 就係好詳盡咁樣解卷，同埋俾咗好多詳盡嘅評語俾我，所以我都覺得幫到我揾到合適嘅方法去寫作。印象最深刻應該就係講解呢個開放題嗰陣時啦。因為以前做開放題成日都會覺得唔知點樣入手嘅，但係經佢講解之後咧，就會明白到原來係有好幾種方法可以去寫啲開放題。我覺得配套都係足夠嘅，咁上堂嘅時間都係好長啦，但係就又吸收到好多知識嘅，成個上堂嘅期間都會學到好多嘢，嗰啲功課或者筆記都係好詳盡咁樣㗎。都想多謝返 Emily 啦，咁雖然只係中6嗰時先開始補佢嘅，但係都感謝佢令我揾到自己適合嘅方法去考試，最後尾拎到咁好嘅成績，多謝。